来看云林二仑乡南马路，昨暗头6点一台轿车无设离去弄到停伫路边的车架花盆，嘛造成自来水的管线破去，加载是无人受伤。也毋过驾驶甲乘客3个人煞随逃离现场。警方表示讲，已经查到这个车主路，嘛会进行调查。 这台白色的车若上驶上紧，伫云林二仑乡南马路无细枝骑到路边的树尾仔，佮直接撞到停伫咧路边的乌色轿车。这台白车拢甲细一辆，包括驾驶、乘客拢总3个人，煞直接落车做引走。像这台车伊伫后壁弄的时阵吼，这台车搁有摔头前，骑着电话跳，所以迄台车头前嘛规个拢猫去。迄台肇事的车就撞咧对方车嘛，对方车大概有三个人，查甫的吼，出来了，物件摕就咧走咧西边走咧巷仔路走去。应该是外劳没有错，然后跑到那边有一个公庙那里，然后听说好像是有人接应的样子。 车祸发生伫咧初九暗头8点，当地民众表示，车祸发生的时阵，车顶一个驾驶和2个乘客是随落车，无到1分钟的时间就早离开现场。有民众讲，因看起来是外一移工。警方表示，目前已经找到车的主人来调查。那驾驶人还有乘客下车后就离开现场。目前我们警方已查询到车主，正在厘清驾驶人当中。另外，发生交通事故，没有人受伤，肇事逃逸。 最高可处3000元的罚款，并应吊扣驾驶执照3个月。警方表示，驾驶和乘客身份要搁咧调查。若这阵车祸嘛造成2大自来水的管线崩开，经过抢修已经复原。呼吁民众若发生交通事故，若准无人受伤煞走去，上当会当罚3000块，吊扣驾照3个月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